边境切扛土修约，怎么不？什么没结？我让苏那面被捡起，切些东西到我节目用。我让往当中越捡起，切记苏那对嘴拧去退么用。人家，给人难记我跟他陆续记电棒的。跟起你记拉那没被在起他，南山爬头凶我高位对我他，眼听见记扑盖啷啷多特色，蒙头你都有人流氓阿让，跟起你前边没去隆隆都不，热啦，生性没住给车头，没得给说着真干气日，人内啥子前面车头。就在人内送月包切日，是送知道前面去多，周月动我是看切日，去打蒙的去月推头，能去他家真眼切日，记起啦，罗就的苏个心啦，生身体推着皮啦，督促没那个最热头，有人没了设备。这可是马不尼，边境期每个家没定都做呢，切记建议来长马七七都吞别，路就讲有谁把人，热天，前面那没错，看隔壁五帮插着，前面那没错，看谁去有人娘着，前面那没错，看日破金动着，边境。切扛都修约，眼起让车，南山爬头拉个蛋，真个没讲巧妙，你的歌手没头没肉，过那皮没人拉进大这个没讲巧妙，跟起你没那没头没肉，热啦，前年你在长尾推进没崩汤，草原推进张茶，这边推进马站。公别推荐我说，明白推荐这么严，并且你家去个送的公交，并且你家啥也出给看啥，去康图学院。